碰瓷儿的吧？这女的怎么到这儿了呢？不会吧？这怎么回事啊？这没事，是啊，没事，别多管闲事了吧？算了算了，哎，是不是应该叫救护车什么的？走都走了，别管别管。地是滑了点，可摔成这样也真够蠢的。救我！哎，这是谁的人？赶紧过来认领啊！我不认识他。帮忙，我懂把他挪走吧。哎，先生，帮忙搭把手吧。你看这。算了，日行一善。小公狗，你醒了？你没事吧？医生竟然说你一点事都没有，摔这么大跤，连个片子都没有拍，说你醒了就可以出院。我去投诉他。我真的没事儿。真的？是你送我来的医院吗？护士说是一个好心人送你来的，没留联系方式就走了。静静通知我过来的，她去办手续了。难道是我花眼了？如果是李欢的话，他不可能不管我的。谁不管你啊？来，喝点水。我自己来。哎，对了，你刚刚做梦的时候一直喊小公狗，小公狗，是你宠物吗？对，宠物。原来你跟我一样喜欢养狗啊！哎，它在哪儿啊？它……但愿他不是在跳插床舞吧？插床舞？嗯，就是，咦，对，我干嘛多管闲事，惹得一身晦气？流得我一手口水。你的手怎么开始老化了？好严重啊！你还不去看病啊？你不用怕，我不是坏人。其实我也是一名医生，基于医生的本能，我不能看着你这样不管。走，我带你去看看。谢谢你的关心，这是我老毛病，我自己可以处理，不用麻烦你了。不行！你知不知道皮肤急速老化很有可能是基因突变导致体内细胞急速死亡，甚至发生异常状况，严重的话很有可能会暴毙的。我知道了，不用怕，我知道，一个人来医院难免会害怕，没关系，我会陪着你的。走。哎呦！好疼啊！这哪疼？妈，好疼啊！轻点。那怎么办啊？他经常这样，一会儿就好了。可不可以麻烦你，
帮我去那儿挂个号啊。哦，还可以。啊。那你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吧，我去帮你登记。哦。那你就先过去，我在那边等你。为什么？这儿就有椅子呀，为什么要去那边？把你正确号码存进去。哦。好吧，行，那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吧，我很快就回来啊。喂，阿宇，你在哪儿？你好，挂一下号，来救我！填一下单子吧。忘记问他拿社保卡和身份证了。人呢？你吓死我了你！怎么了？怎么又戴上皮手套了？皮肤又开始老化了？哎呀，别说了，赶快走，赶快走啊！不是老大，要不要我打个电话给那个私人护士，让他赶紧过来？啊？不用打了，电话来了。喂。喂，你跑到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你知不知道严重老化会暴毙的，会暴毙的，你知道吗？好了，我知道了，我自己可以解决。谢谢你了，再见。什么怪人呢？不是怎么回事？不就去了一次商场吗？到底发生什么了？我也不知道今天犯哪门子神经，居然救了一个蠢女人啊！哎，你别流口水啊！你把嘴闭上！哎呦，求你了！就麻烦你们了。他怎么会这样？他刚才在商场摔倒，后脑勺着地，给他做个 CT 吧。好。这个他的包。先生，你的手。